吐掉了，等一下剩下你一个人，大家都跑掉了。对啊，大家都跑掉。哦，7点半了嘞。对，可以的。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没有，等一下要让。要先开班。对，先开班，然后让那个辉煌领任开头。好，7点半了，那我们就先开班。好，大众请起立。喂，有没有听到？开班。这有没有听到？有听到了，你就直接。刚刚没有听到啊。有啦，就直接开班啦。好，那大众请起立，开班开始。向乌吉拉姆行3鞠躬礼，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点人师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因为我们呢，到着咱这个爱上的这个明德班，那么咱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第3期啊。今仔就是着离乡要来讲解这个百孝经，因为呢百孝经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啦。因为甘愿做孝道，孝呢是人生第一步嘛。你若唔知影人。这个有孝你会是大人，那么你来这世间，讲你在修学道，那么就就谈不上了，因为你不敬父母，拜神无益啦，你若唔知饮水思源，感念是大人这运的，因为咱有迄个做生咱身躯的这个父母嘛，咱有来求道啊，咱嘛知讲咱有先天的老母，你家己。你修学道，你都无有孝，你会是大人。你讲道偌好，人较有要相信，人绝对无要相信，因为咱无以身作则，知影道好了，你无遐实践，唔知有孝是大人，唔知感恩，咱今天有这个道人德，咱嘛要感谢上天老母呢，咱的祖尊师母呢，咱的明的祖师呢，敢是若无因，咱即摆要较有道人德。因为尤其现此时，又个是呢应时下运。人讲一时风驶一时阵，一时下一运，确实真正咱即摆在应下这个时运，所以咱一定要广结有缘。像阮即届去花莲人简经理咱了，迄个因为咱咧花莲要起即个新的活动，伫迄个买迄个电的先。用一个后背屋，小可装潢一下，而遐开临时活动，迄天就点21种，而且呢，厝边斗的拢倒来求道，就加一个，因为厝边斗迄个伫遐开工就拄好，因朋友讲实在30-40栋拄好去认着，因公司9个拢来求道，所以讲那是。迄个大丰收啦，逐个拢嘛尽力去咧度，迄嘛是互咱做一个效法，安尼，所以咱今仔日呢，就是着理想的理想，伊对修学道来讲嘛，亲近诚济啦，对着所取资料嘛拢诚用心，所以今仔日咱讲者拜孝经的这个圣训，1至4。咱即摆就来欢迎咱的这个在理想讲师来给我们开示，我们欢迎理想讲师。
离乡不好意思，后学刚刚没有开，刚刚没有开那个，没有开麦克风。刚刚没有开麦克风，不好意思，我。哦，好，现在就可以开始。好，现在我们开始哈。各位点燃师，各位领任，各位全贤大德，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天师德、祖师弘持、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全人点燃师的苦心栽培，以及各位全贤的福气。后学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后学今天要学习的题目是《百孝经圣训集要》。那谈到百孝经，那我们首先应该谈孝经。那孝经呢，在2000多年前哈，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哈。那孝经那时候哈，江城呢，孔子那个孝经是由孔子亲自撰写的。那也有人说哈，讲孝经呢，它是由孔子的弟子经过孔子细述，然后孔子的弟子把它抄录下来的。那到底是怎样呢？孝经能够传到现在已经有2100多年了哈，也是有它存在意义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百孝经，百孝经呢，它原来的名称是称以百孝篇，是古圣先贤遗留下来的就是从2000多年前就已经遗留下来了哈。那百孝经呢，前篇呢共有84句，那前文呢，它有100个孝字，所以呢称为百孝经哈。那百孝经呢，是一个白水圣地哈，能够修订论释，就是他经过他的修饰再加以就是论释过后百孝经在白水圣地那个在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弘扬孝道他竭力弘扬孝道。那在白水老人成道后呢，那社会的那些人士呢，贤达人士呢就因为要推广这个百孝经，因为天地重孝，孝当先嘛，因为一定要这个孝经才下去。因为现在呢，你看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呢，什么都不缺，然后物质生活呢都很丰富，但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道德观念道德伦理这些呢都在逐渐的下降呢。所以呢，圣贤先佛呢会在这个时候呢来把这百孝经呢传下来。那百孝篇呢，也是百孝经呢，也是随着那个读经班的兴起要像道场读经班的兴起然后呢普遍的流传，然后现在呢已经从现在大陆、台湾普遍流行，在大陆那边呢也非常的流行那第二呢，我们来看一下百孝篇、百孝经的由来那上天呢，百孝篇是由上天呢，他非常慈悯他为了顺应人心来推广孝道呢，就呢老母呢就让众圣玄仙佛来批凡来聆讯。那在19个国家和200多个的班次中呢，那历经了3年多的时间他是从西元他批信而是从西元2003年1月4日到2006年呢4月20日呢，他是历经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他总共来批出了84篇的妙信。那百孝经妙信呢，它
本信呢，总共啊，它有77000多个字，信中信呢有13000多个字，另外还有2系1法，总共合起来呢，总共有9万多个字哈。那批信的方式呢，它是采用了开发借窍并借助各单位各不同的主线的那个三才才来完成这个作品《百孝经》，才来完成这的百孝篇。好，那这部《百孝篇》呢，这如此的巨大呢，它堪称呢是一部旷世的伦伦宝典。那《百孝经》批完，这些分析批完，就要众仙佛呢就嘱咐要由光贵书籍积极出版。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19个国家《百孝经释经》呢，它是在19个国家，然后那么多个地方，那么多班次，然后批出来那么多地方，有些人都不知道光贵书籍在哪里，然后要找不到光贵书籍，所以呢，他这个去做呢，从开始到那3年多也是算时间也是比较久的然后也很赶，然后批出了这些妙心，所以呢，非常所以妙心的那个仙佛开示呢，孝之真谛呢，偏偏呢是真情流露积极呢偏僻入理偏僻入理。那从所以呢，这么巨大的巨作呢，我们就是要非常的感恩珍惜，而且我们要把它自己要力行，而且要推广自己，不管自己要尽孝就是我们要自己力行孝道，然后要把它推广到整个家庭，然后整个家庭再推广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把它推广发扬。那从90年代起呢，就是以道场为中心，以儿童读经为基石，被广泛流传。那逐渐传遍各地，就后姐刚才有讲就是我们这边从北中南，台湾的北中南都一直读经班，就以读经班开始以读经班，然后后来就转到学校，然后现在在大陆那边也非常的流行所以呢，那这个孝传在世界，所以天地众孝，道孝当先嘛，一个孝字全家，你要把全部传下去然后就能够促进了亲子和谐，父慈子孝嘛，父慈子孝，然后加和尚就能够促进了亲子和谐，然后能够家庭和睦，然后孝心孝风流行这家庭和睦呢，社会风气呢，然后就整个都会和谐然后也定以4月5月为教孝月，4月5日呢为孝亲日那佛护师尊也跟我们慈悲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移风易俗百孝经。那半部论语治天下，移风易俗要靠百孝经要端正社会风气呢，正心伦理道德呢，就要靠百孝经来推那也期盼志同道合的有智者的能够来一同发扬，把百孝经呢传遍出去那我们来看一下仙佛的第1期天地众孝百孝经的第1季天地众孝，孝当先。那天地神明呢，他无不重视孝道呢，所以呢，我们作为子女呢，人家的子女呢，也应该以孝道为优先非人子女应该孝顺父母呢为先务这是这句话1号。那天助孝子的实力呢，它是不胜枚举就像大顺的孝，连鸟兽都为其来耕助王祥务兵求得礼仪，
梦中呢枯竹生笋，这些列子呢都是在讲这些孝子，然后他因为孝而感动天地，然后而如愿以偿哈，感动天地，然后让他们如愿以偿。那易经也跟我们说，这像看我们看信文第一哈，信尊信地，道义天地，运行日月，万物长养，一寒一暑，阴阳消长，乾道成兰，坤道成理。然后夫妇、父子、君臣、上下，进而礼义乐章。那天地万物呢，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呢，就是看易经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说，宇宙的本体呢，那些形而上的物质呢，才是宇宙的实相，也才能够称为道。而其他那些科学仪器能够测量出来的科学技术所能够探测的那些领域范围呢，那些只能是算是物质了。那清净经呢，它告诉我们呢，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哈，其实，在没有天地之前，道就存在。那其实大道呢，它是无有形象的，无形无相的，但是却能够生育天地。那大道呢，它也没有情感哈。但是却能够运行日月星球，可是他们呢，它能够运行日月星球，可是他们这日月星球呢，他们都不会碰撞在一起的。那天地之间呢，四季的运行也都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呢，它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然后天地之间呢，然后呢，冬天呢，冬去春来呢，寒来暑往这些那一寒一暑，寒来暑往这些呢都有一定的规律。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阴阳二气在互为消长在互为转变。那阳刚呢之气呢，成就了乾道成为乾，那为男性，那阴柔之气呢，就成为坤，成为女性，然后呢，那才有了夫妇还有了夫妇、父子，还有君臣、上下。那这些之间，天地之间，这些万物之间，都因之行的这些规律在这些规律在行转那我们人呢，与大自然其实是一样的。古时候的人呢，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我们人类和大自然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呢懂得从大自然里面呢观察了很多事情。大自然呢其实是这样，我们人类也是这样。中庸呢有一句话跟我们讲说君子之道，造端为夫妇。君子之道呢，有道德，就是说有道德的君子呢，是因为从夫妇之间的相处之道开始因为有了夫妇呢，才有父子才有父子，那有了父子呢，才会有君臣嘛，有君臣才会有朋友，有朋友呢，才会有上下层之间的关系那这一层一层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要怎样才能够维系，才能够和谐呢？圣人就告诉我们，那就是这五伦关系。那五伦关系就是夫妇有别，父子有亲，朋友有信
君臣有义，这五伦之间的关系哈，还有长幼有序哈，这五伦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五伦之间哈，才不会起冲突，才能够和大自然一样呢，它是很有规律的一样运转。那在五伦之中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关系根源，就是夫妇，还有父子啊。那他们之间呢，要维系这个非常就是要维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要孝道。那所以呢，圣贤仙佛呢才会在篇篇信文中跟我们讲都离不开孝道，所以呢，孝道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仙佛跟我们讲，刚罗摩前道成男，坤道子女，论分价，和热成，孝师不减水火纪。正融洽，水火纪呢，这个是在易经中的水火起纪卦，水在上呢，以论下；火在下呢，它以气上，才能够相互才能够融洽，能够颠倒呢就水火，然后水火不能，水在上呢，火在下。我们平常就煮东西的人才会滚嘛，这样子才会和谐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以作之间第二篇信文第2篇以作间息息相关礼之始，孝居上。以作间息息相关，你看像热带雨林呢，如果减少了，就会引发臭氧层破洞。那地震呢，就会引发海啸。父子和夫妻如果不和呢，就会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一个人如果为非作歹呢，就会连累许多人受这些都是以作间这些事物，它都是相关的所以呢，礼之始，孝居上呢，这些呢，就是要有就必须要用礼乐制度来规范。而礼乐制度的开始的基础呢，就是要以孝为首要。那自古呢，圣贤仙佛呢，都有以像现身说法或飞鸾显化啦，或托梦啦显化来点化让我来点化我们让我们要明德修身，然后呢要济世度人。那历代先王呢历代先王都是以孝治国安家邦，圣贤仙佛呢，孝慈呢为榜样。历代先王呢，他也以孝道来治理国家，来教化百姓那古圣先贤呢，无不时呢，处处呢来倡导这个孝道让我们孝顺呢，慈爱这种伦理的纲常。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家还记得有哪一个朝代它是最长久的吗？大家知道吗？在《三字经》里面就有记载，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那周武王呢，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周朝呢，从周太王他有生了3个儿子第一个就是太伯，次子呢仲雍，第三子少子呢是巨力。那太王呢，他因为看到那个文王出生的时候出现异象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孩子以后是一个会非常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国君，以后让他来领导
百姓哈，他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君，然后就是很想让这个文王啊，这个巨力的第三儿子巨力来当，可是当时以前哈都是大儿子才能够继承王位吧哈，大儿子如果不在就是第二的儿子嘛哈，可是这个太王呢，他就很想让他的三儿子继承王位。那大王那个太伯和仲雍呢，他非常了解父王的心意，他父王的心意哈，就借口太王有一天生病了哈，他们就借口说他们两兄弟都借口说要去采药，然后从此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哈。然后就顺利的他的第三个儿子呢，就顺利的当上然后他的这个纪律呢，我就传给他的儿子文王，就第三儿子，然后又把文王他非常孝顺他的爸爸，他很担心，他每天早上呢，就是天还没亮就去他父母亲的房门前去问，看他们父母亲睡得好吗？如果睡不好，他就一整天他就没有精神如果睡得好，他就放心。那也三餐呢都会看，父母亲有没有吃。如果父母亲吃一碗，他就吃一碗；然后父母亲吃2碗，他吃2碗。父母亲如果今天没有吃饭，他就担心的连走路都走不稳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然后呢，早上每天呢一定要3次的去问安请安，这样孝顺的然后这样上位者呢，这样子孝顺他的父母亲，这样子他呢以他的孝来教化他的百姓呢，所以呢他们的国家呢他们也不需要用很多的刑罚和政令。人民呢多学习他们的孝道，所以他们是用孝道来感化他们的百姓那所以呢，上天呢就降福，就会降福庇佑，然后就会使他们的国家呢能够风调雨顺，然后清平祥和。所以呢，历代先王说历代明王是以孝治天下，民则之，人民就会学他们孝顺，皆守法，经博爱，民之亲伟大。那像文王呢，用孝道，然后来教化百姓，他不论百姓那个鳏寡孤独，那些百姓非常照顾那些人，鳏寡孤独废疾者能够皆有所养都非常照顾的这些贫苦的百姓，让他们都不会受寒所以呢，人民呢也知道这些文王他们的伟大仁德使孝的们都会跟着一样的去学习孝道然后整个国家呢都是一片的祥和。第三星，我们来看一下第3孝悌人之本，本立而道生，上天降福享瑞珍，家运昌隆，事事顺畅，子孙代代康宁。那反之呢，就有如车厘亏灾祸不断，故君子应以孝道，先于尽孝，尊亲事亲为大，慎公笃行。那孝悌呢，它是人之本那孝悌呢是行人的根本。那根本建立了这人道呢，就会能够自然的而产生。
那上天呢就会降福哈，给这些孝子，使他们能够吉祥安康，家运呢能够昌隆能够事事呢能够顺心如意。好，那子孙呢，甚至呢，他会庇荫到子孙呢，子孙可以世世代代能够康宁哈。那管之呢，就像有车子呢，人如果不孝呢，就会像车子的离轨呢，就会灾祸不断呢。好，所以呢，君子应当以孝为先，该以尽孝呢为先哈。那态度呢？尽孝呢？首先呢，尽孝态度就应该愉悦，应该谨慎，好。那服侍父母呢，应该以尊亲事亲为大，要真心的侍奉为首要更要呢恭敬的，应该恭敬，还要谨慎，还要恭顺，要切实的力行孝道。那论语里面有跟我们说，亲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好，这些论语多次在告诉我们做君子呢，这些也是一个做孝的，也是这孝道是我们人的本分那孝悌呢，真正做的孝悌人，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这些也是都是在我们做人的根本。孝悌本来就是我们做人的根本。那先佛也跟我们讲，如此意，动动属属如粪盈即水洒。就是说孝子侍奉父母呢，就像拿着那个义就像拿着义，我们的义是不是不小心拿在手上，如果你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会碎了，就是像那种感觉要非常的小心侍奉父母，就像拿着义那样子像拿着水那样子呢，满满的那一盆水，你如果不小心，那水就会洒了。就像侍奉父母的心也是要像拿着这样的水一样那样子那种态度那种非常严谨的态度恭恭敬敬的侍奉父母这就是我们那个先父跟我们讲，这就是我们行孝的态度，就是要这样子非常的恭敬就怕他们会衰退，怕老人家会摔倒，会怎样子这样子非常的小声那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一个孝字全家安，真正能做到一个孝字必定能够家庭和谐安乐。那因为那个家庭呢要和谐安乐呢，是在于我们一家人都能够遵循那个礼法，都能够用心来维护，然后能够做到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夫和妇顺嘛这样子那作为子女的呢，首先呢应该以身作则来孝敬父母，在家呢以身就要孝敬父母呢，有爱兄弟呢。那出外呢更要懂得我们出来言行呢要正当，待人呢也要谦恭。那时呢要以父母为念要修身立德，这样子呢才能够受人尊敬然后呢你这样子做呢，外面受人尊敬，家里呢能够自然能够和谐啦、快乐啦、安详那曾夫子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慎终追远，明德归厚那为什么要慎终追远？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那没有父母生养我们，哪有现在的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要非常的对父母亲要非常的孝顺，所以百善孝为先嘛所以要非常的孝顺
那仙佛告诉我们，师父母呢，此生做事行为不偏颇，就是说我们要感念父母，孝顺父母呢，做事情呢，行为就是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呢，行为处事呢，一定要不偏颇，一定要符合中庸之道。那我们再看一下第2季的新闻语哈。凡为人子，孝敬四千，其次有爱。学和兄弟，若非父母，其有此生？试问生从何来？亲为生我之本，孝为何事？人手自有知心也。时鸟反哺，忧之报恩。人若不孝，鸟雀不如。那在这里呢，后学感先会有一个小事哈。那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呢，有一对父子呢，那因为民生的问题哈，就状告到孔子那里呢，请孔子呢来为他们评理哈。孔子就请人哈，把那个老先生哈。老人呢，去关到那个新的牢房里，那把那个年轻人呢关到旧的牢房里哈。那而且呢，就跟人叫人家说不要给他们饭吃。那老人家呢，在牢里面没有饭吃，然后肚子又饿然后就在那边唉声叹气。然后那忽然间呢，他听到有一只小鸟在那边叫。那就看了一只燕子呢，叼着食物了。燕子呢，叼着食物来进来喂牢房里面的那个小燕子吃。那老燕子呢，就一直飞进飞出一整天它都没有觉得累。那老人家就这样子一直看到路人，也忘记了肚子饿了然后在那边一直就看。那儿子呢，在旧的牢房里呢，那是又湿又冷。那他也觉得很无奈，又肚子也饿，也很无奈。那这时候呢，他就看到牢房窗外有一只树上有一只老寡一只寡在那寡呢，它是一个亚科动物了那有一只小寡呢，正在喂养一只老寡那这只老寡呢，寡是生下。那个小寡她18个月后她就没办法自己的到外面去觅食了，那只能靠小寡来觅食来养她。那这只小寡呢，就负担起养育这只老寡的责任了。那这些他的儿子呢，也是这样子就看这样子看。那过了第3天第4天，然后他就那个孔夫子就让人把他两父子唤出来。那两父子呢，一出来2个人呢就在那边抱头痛哭。那为什么呢？因为孝道本是人的天性嘛他们在那里看到了这些动物都知道要反哺所以说呢，他们呢自己也知道自己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亲人是一定要孝顺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人子呢，孝敬呢是先要先孝顺。首先呢，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然后呢，再有爱兄弟那如果没有父母生我们我们岂有此生？是不是？我们生从海里，你看父母把我们从小就把我们一口饭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喂养我们，把我们喂养大对。然后如果没有我们孝为何事？人自有知心也。这是孝为何事？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本来就是我们本来的天性，孝也是我们本来的天性。所以呢，现在讲雌鸟
都懂得孝顺父母都懂得还福啊，游子也懂得报恩。我们做人呢，如果我们不孝顺呢，跟鸟雀比鸟雀还不如了。如果不孝顺父母呢，我们是不是比这些鸟雀还不如？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当施父母之恩。我跟我们讲，当明孝道，自心发，非是为将名利所。人应及时尽孝道，莫待时错，悔恨多。我们应该明白孝道，我们是要从心内发的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名利这样子。有的人孝道，特学在前阵子有看过一个字体就是一个老爷爷然后他90多岁了有一天呢，因为拆迁的房子可以补拆迁款有300多万然后呢，他的3个儿子呢，30几年从来不回来过没有回来过看那老爷爷。然后老爷爷然后听说有300多万的拆迁款，3个孩子同时就回来了，然后就也没有说要孝敬他的爸爸，然后就问那个拆迁款300多万，老爷爷就说当时很生气，你们30几年没有回来看过，然后就因为这些有钱人你们都跑回来然后老爷爷呢他说，我宁愿我要把这些钱先献去给有需要的人，就像那些贫苦的那些小孩子没办法读书，我把你们培养大，你们都出去外面，你们都没有人来孝敬，我就要把这些钱捐出去救助那些贫困的，像他这样子有需要人家照顾的人，他宁愿把钱捐出去，1分钱都不给3个儿子。所以我们孝道呢要从心发，不管父母有没有钱，我们就是要孝顺父母不要等要及时的行孝道，莫到开始悔恨多我们应该知道饮水思源意父母就是生我们的活神仙。那第二性，孝之道，言不可尽也。尽得小孝，可称端良人士；尽得大孝，即可入圣超凡。家家孝友。兄弟雍和，息事省事，安分行礼，则能过全家安乐孝之道呢，没办法言不可尽也。他说好像我跟我们讲没办法用言语去说尽那尽得小孝呢，称端良人士就是说一个真正孝顺的孩子呢，他懂得尽大孝。那各位知道我们在孔庙祭祀的时候，除了祭拜各位圣贤，就是祭拜前面的各位圣贤之后，还有祭祀孔老夫子的祖先这就是那个大孝。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可以得到大家的尊重呢？那是因为呢，孔老夫子呢，他把人性那种美好发挥到了极上，也度发了很多的众生，这也叫大孝尊亲那其次是俘虏俘虏呢就是
就是能够得到大家的那个，就是不辱没父母的名节，就是不要让父母呢，因为我们呢所作所为呢，让父母的名誉呢受损。那小孝呢，其下人养，就是就是说小孝，只不过是人养活父母而已，让父母呢衣食无缺，也许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这就是孝顺了。但是呢，真夫子说孝道呢，它是有层次的。那尽德呢，供养之人呢，就是你尽德供养之人呢，只可称为呢端正善良之人。但是呢，有一种孝呢叫大孝，那可以让一个人呢超凡入圣。真夫子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呢别人呢一次能够学会能够知道的事情呢，他可能要10次才能够领悟。那别人呢要100次可以知道的事情他可能要1000次才能够领悟。真夫子虽然说他不是很聪明，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最后也成就了圣贤的智慧圣位这也告诉我们呢，一个人呢如果要有成就凭借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德行有多高，是他的人品是不是能够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句，孝由亲长而推行始于事亲则家和，忠于事亲则国安忠于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选父母往极之师，以报万一成盖世之孝也。那孝行呢是由自己来事亲尊敬事亲长敬长来推广的。然后首先呢在于自己要孝顺父母呢，有爱兄弟呢然后呢推广到我们的亲友邻里，然后呢亲友然后再能够家庭和谐，然后再推广到邻里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然后在忠于事亲呢则能够国家安定最后呢要忠于立身行道才能够扬名后世，才能够显父母然后显父母。那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立身行道，就是我们能够把道推广出去，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求了道，然后我们求了道，我家里如果有人还没有求道的，要度他们来求道，然后让把道发扬出去，然后传扬出去，然后大家都是以身作则然后做推行孝道，然后才能够报父母的恩这样子像孔老夫子这样子，然后让父母亲也能够受到人家的照顾。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人祭拜，而孔子的父母亲能够让人祭拜？你看孔子就是把他的5伦8德仁义礼智信这个做到，然后推广到世界各去，然后现在把那个孝敬传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都来祭拜孔子，所以他的德性非常的大，让我们都能够祭拜所以呢他这种德性呢称盖世之孝，所以呢他的父母呢也受到我们现在人的尊重，也一样的受到我们现在的人的祭拜那孝经跟我们讲说，始于事亲
忠于事经，忠于立身行道，哎，